咱来关心天气，受到这方面影响，拜三拜四全台湾拢会落雨，尤其是拜四这雨会落较粗，一直爱到5日连假，天气才会大大变好。国公局也要提醒讲，这连假头一天车流量上济，是平常时的1倍3。乌阴落雨的天气，民众穿雨帽骑乌托摆，气象署表示，受到方面影响，拜三、拜四这2天的天气非常无稳定，随时拢会闪大雨，尤其是拜四雨水上高，雨会真粗，甚至有可能会澹雷公。那明天主要的一个降雨，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，在短时间内，这种雨势都是比较容易从海面上移入的话，雨势上都会比较来得又大又急的情形。不过持续的时间就会看到时候锋面通过南下的一个速度而定。也那5日连假天气就慢慢稳定，敢若花东和局部山区会落雨。根据观光署的统计，5日连假基隆、台北、苗栗、连江和澎湖这5个县市有超过5成的订房率。高公局也预估拜五国道车流量上大，差不多121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时的1.3倍。3天连假期间是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时段，大概就是第一天是南下为主，像是新竹路段啊、桃园路段，还有台中彰化路段以及国五南向的路段，在第一天都比较容易拥塞。那因此在这次的话，有规划实施国五的北向高承载管制，就是在第2天跟第3天的下午的时候。高公局也呼吁民众拜五拜六西部国道会当伫咧透早6点进前，也是中昼12点以后才去出发。若是国五南向会当伫咧透早5点进前，也是下晡5点了后出发，避免塞车。因也建议民众会当用1968的 App，随时留意上新的状况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